哎呦，阿娘，拜托个啦！你自查明安尼倒酒，互你这个元宝了，你直路，你了唔惊破赔哦？是讲哦，这真的嘞。安尼哦，嘛爱甲鉴定看卖，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哎呦，你安尼加十几遍，还佫真也假？迄转起云啊，转起云，你无看哦？有影哦，啊，愈到即句哦，这才是真的当嘞。然真的啊！啊，是讲倒酒啊哦，嘛咧奇怪，敢有迄款物件讲变啊就变，无我变啊即个元宝呢？迄个物件哪会当互我，安尼毋知要偌好咧。哎呦，阿娘话，有影人你讲吼，人心不足蛇吞象啊！阿娘你都遐尼好个，你还佫爱值钱哦，你有够贪心的啦！啊，总讲你若无钱哦，叫倒叫变互你，就有安怎佫啊摕什么物件？戆囡仔咧，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我较早对倒酒啊遐尼啊歹，啊伊即句哦，若讲叫伊变，伊免来变互我啦。阿娘，啊无你意思是要安怎？我即马吼想讲改变主意。什么主意？我要对伊吼，敢若当做家己生的共款啦，甲疼命命安尼啦。啊你甲伊吼，原来敢若亲生兄弟共款哦。这我知啦，我甲倒酒本来就共国的啊，阮两个拢是对叫后的天心头啊，阮两个拢足好，这你放心啦。安尼上好啦，你就爱记呢，伫伊面头前哦，爱加讲我一寡好话了，吼。啊，即马开始哦，伊若爱食啥爱买啥，拢买互伊，啊，带伊去啉，带伊去佚佗，知影无？哦，阿娘。上重要，爱讲我好话哦。哦，你最近吼，安尼拗了有够硬啦，180度的大转变啦。爱对伊较好，请伊食物件，搁请伊啉酒，买物件互伊，这无问题。但是爱钱啊！哎呀，迄钱小可代志啦，你代志若会当甲我办好完成吼，搁较侪钱我就开我负责。怎来决定？一分到到。娘囝，讲实在吼，这一遍吼，我发生这困难吼，是家仔你出来甲我解围呢。伊若无吼，我就去阮迄三妈甲我送去衙门。迄衙门内底吼，关条咧放偌济咧，迄定着拢会起咧长果肉呢。哦啊，我即摆一个变迄2粒元宝哟，逐工拢拄啊饲拄啊撸，敢若咧顾地关啊咧。公啊，喂，虽然讲哦，我变元宝互迄个三妈，啊，毋过哦，你互人知影你有即个法宝，这哦，恐惊对你真不利哦。嘛紧啦，搭三妈因遐规阵拢嘛甲我共口走的人啊，互因知影哪有啥紧，嘛紧啦。迄话唔好讲遐尼早，你敢无听人伫咧讲，人讲逢人之心不可无啊，倒酒的万项代志哦，较细致咧哦。天哪！这个阿弟仔咧讲的，搁敢若咧吟诗作对咧。你讲的代志我知影啦。对啦，咱安那行安那讲，一直讲来到这个所在。啊，一边山，哎呦，啊一边搁遮大条的河，啊到底恁兜是住伫咧倒啦？讲你就是讲啦，我的家住在河堤那一边。我一个会唱，啊，搁一个会吟诗，搁袂歹，恁这规家庭拢诗人呢。既然甲恁兜住伫迄边哦，我毋捌坐过船，无我甲你斗阵坐船来去。你的家在河的那一边，嘛想煞看阮定人爸。袂用你啦，我去找你，阮若钓到，阮娘也毋知影。若临时临了做，你等于毋拄互因惊着。我这型的会去互伊惊着无？我这目尾细细，我这算好货，目睭搁吊吊，我这赞呢，这款就无几口走有呢。恁丈人看到一定会足欢喜的啦。啊，袂记讲恁丈人，阮丈人啦，我讲了毋对。放心啦，应该带你去的时阵哦，自然阮就会带你去。我即摆有心咧，我来顶下，我来俩小甲讲一下，安尼较妥当。连讲你若见面，才袂安尼加嘿啦，无你是咧紧张啥？阮表姐伊哦，早晚是你的人啊，你是惊娶无某的哦，啊娶无哦，上无啊，阁有我这后补的。你这哦，哎呦，迄目睭讲歪型的人，我若娶你，人毋知影讲叫是我娶一个拖拉裤撞着的。讲啥啦？不，甲伊滚算笑的啦。啊奇怪，安那拢无看船来哈？
我规气踮遮等甲恁船来，啊恁坐船去，我甲恁挥挥手，我才会转。唔免啦，唔知还搁等偌久。啊你吼，你紧等去厝呢，啊我送你迄个我报告好。啊若有代志吼，你再甲我叫，阮就随来。安尼哦。嘿，那你先转去啦。好啦，啊无这雨足深，恁大家都爱细致好咧。啦行路行好，啊无有当时会去恁河底落，知无？安尼啦，讲叫人行好啦，爱家己磨倒安尼啦。讲讲诶，那是有要紧啊，无啦，哈。紧无？好，安怎啦？我有饲了，无足深的，爱细致。嘿啦，爱较注意的哦。再见。再会啦，再会。好啊，啊我当直直挥袂煞，我已经伫边仔徛足久安尼啊。你到底是要甲我倒转来水池江淹嘛？会啦，有王啊！啊，算毋知拄则阮迄文静人伫遐徛，啊，我总免等伊的面头前甲你作累啊。好啦，总共一话恁拢有理由啦。即马水池江哦，人客足多哦，已经要来甲我作秀啊！紧的，咱赶紧倒转来去。是。文啊，做叫恁斗阵来讲囝吼，那开始马袂来啦。后这怕奇怪咧，你敢若毋捌啉落酒咧？啊，随时嘛会当啉，你惊啉无哦？我毋是安尼讲的，我袂真正像你遐好讲话要走，我爱找机会用选的咧。你若无互你安尼知影，我就讲袂赴啊啦。阿爹啊，阿娘讲哦，伊一个人踮厝足无聊呢，讲叫你哦，赶紧等伊陪伊啦。我，他有听无？他一声没有，佮闪无落啊啦。阿爹啊，阿娘佫讲哦，限3分钟以内你爱转去哦，啊若无就甲你罚跪。知啦，讲啊上细就去喊三，你欢喜咱个霸照你无着，你气到有影？哎呦喂，足奇怪，迄后这爸吼，敢若足惊阮尔咧。会可能后这爸因老母吼无生胆互伊啦，影无哪会变迄形的？呦喂，当你我佫徛伫遮创，无代志好转去啊！啊你叫我转去啊，啊你是安怎要留踮遮？我当然有原因啊，迄恁三妈阮娘叫我来遮的。转去啊，我再看。紧。你来上讨厌。迄药我下你哪会甲小姐啊？伊家己走来互我客，你去倒位啦？咱我等足久的。你要创啥？我有要紧代志啊！什么要紧的？请你食饭，佮食好料，佮啉烧酒。啊，足赞的！但是我讲食饭吼，免搁叫迄素卷仔配啊，迄种乌乌的。啊，你毋是讲我较后边啊？啊，迄规腹都拢乌乌的，即摆有当时啊参放配嘛乌的。安尼好啦，我即摆莫叫小卷啊。食烧酒吼，袂使。安怎袂使？即摆对遐厝吼，咱要去食烧酒，叫三妈看会叫牛耳啊，无要安怎？对啊，后尾门仔遐，咱包围墙啊出来。出去啊！所在咧，奇怪啊！伫房间里，奇怪咧，安尼找拢无啦。哦，一定是藏喺身躯的。不管安怎，这个物件哦，一定要得到手的。啉了真会食素。我用暗会做囝，就用暗啉上济，啉了足好诶。本来我是讲请你两摊就好啊。到尾啉了一爽，起劲有赞无？我上尾景哪会啉到尾，哪会遐济豆仔囡仔？迄头讲叫的呢，迄白泡泡幼绵绵，还佫粉果酒高，迄有落粉味的啦。哎，人歹这干呢？你若啉了好爽哦，下摆我搁请你，拢恁帅出钱。好，谢谢。啊对啊，迄是恁三妈阮娘的代志爱行吼。有啊，你甲我讲，我虽然酒醉，袂歹，这个人吼，喙直心肝袂歹，袂讲喙好，我等下困。好，我再见咯。嗯。你毋是啊？你毋是住迄边啊？我嘛毋是住这边，迄边我住。迄间较水，迄间5间买迄材料，即马变白我装。有春诶，你即摆甲迄金布啊腰吼，特别塞做堆。啊，恁两个爱困共口罩困的习惯，我家一个人孤单较习惯。我袂当安尼，互你孤单，我甲伊困，我袂当。唔要紧啊。我等下困。哎，再见咯。下摆推饮酒再请。好。我。Goodbye，大有人。哦，哎嘿。
有阵仔对金姐对我有够赞，确实讲即款鸟的兄弟仔感情。再困啊咧，心事啊。下恁两个，我都他对遐悬的树仔顶跳落来，安尼算袂歹，甘有赞呢。啊，好假大啦，我举少过去多咧算，哈。你要讲哪里死？